方要听耶稣讲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从各个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 LINE， 也没有 FB， 他们是怎么也没有更没有电话，他们怎么知道？而是在之前，耶稣从他侍奉开始，四处去讲道，然后也医病，也赶鬼，这样子的一个消息，这样子很多的见证就这样传出去，所以很多人从各地，来到加百农那个地方要找耶稣，要来听，亲耳听听这个耶稣到底讲了些什么，而不是一直都听别人说，听别人说，总要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总要亲眼看见你嘛，哈。好，所以这一群人有一大群人这样子拥挤，从四面八方来到一个地方，一个家里。不只是这一群渴慕的，这一群想要聆听耶稣的人来到这里，除了这一些人，还有一群律法师，也就在今天读的经文今天是从18节开始读，我们可以放到经文的那个画面。18节前面17节有说到。除了有一群人要来听耶稣，还有一群律法教师，还有法利赛人。这一群律法教师、法利赛人来听耶稣是不怀好意的，他们并不是为了想要听耶稣到底有什么样的教导，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有重新的看见新的亮光。他们不怀好意是在于，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传统要固守，他们从过去从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经验。他们有一些传统，从旧约时代一路传下来的。比如说，他们要守安息日，我们都知道要守安息日啊。可是他们守安息日的方式却是就是要遵照一些外表，比如说安息日这个东西不能做，很多事情不能做。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开灯，安息日嘛，顾名思义，好像白纸黑字照着按着字面上的解释安息，就是只能坐着休息、睡觉、躺卧这样子。甚至于你要吃饭，你可能前一天就要先预备好，因为你连开个火，以前不是我们现在瓦斯炉一打就开火，不是，他们还要烧柴啊什么的，可是连这些都不能做。所以他们有很多其实已经不合时宜，而且这些不只是不合时宜，更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这样子的守安息日。但是因为他们这一群律法教师一路上代相传的这一些规定法则，也让他们有在社会上，在他们的信仰团体里面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们呢，因为前辈都这么说了嘛，他们就跟着这么做，然后他们也这样子去教导他们的后代。话说出去，这样传统固守了，他们也不能拆自己的台，对不对？也不能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他们就是这一群是誓死保卫自己传统的人，所以他们在干嘛？他们就在听耶稣，你到底讲了些什么？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赶鬼，已经触犯了他们的，我们讲说怒触天条啊！他们已经触犯了他们平常他们所教导的这些，他们这些人觉得耶稣是来拆他们台的，有耶稣的存在，让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安。他们的地位，他们所教导的可能会因此垮台、崩坏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来听，从四面各地他们来听耶稣说：“你今天你到底要讲些什么？”他们在想说，今天如果耶稣讲跟他们的不符合，哇，那他们就赶快还要去漂白啊，去消毒啊，等等之类的，甚至于他们要把耶稣处死这样子。好，这是这个背景。这么多人在当时候的一个房子，大概可以容纳50个人左右挤在那个房子里面。那在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讲的这段经文呢，其实在马太、马可福音书也有相同类似的记载。在那个时候，在马太、马可福音书记载的这样子，有些人已经满了。屋子里面已经坐满了，已经坐不下了。有些人甚至已经坐到门口外面去了。这么多人，一点都没有争先恐后，这样子是很安静，大家自己找自己的位置坐下来，等耶稣开始要教导。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里面，有另外一个叙述，就是从18节开始，有人在马可福音说有4个人，有4个人抬着褥子。这个褥子上面呢躺着一个摊子，有人用褥子
抬成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这4个人从这个摊子的家里抬着那个褥子，褥子就是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的床垫啊，我们想说床垫好了。这个摊子就已经失去行动力，没办法行走的人，他躺在他的床垫上。好，然后有4个他的朋友呢，就一人一脚，一人抬一脚，就抬到这个家，发现哇，已经人都满出来了，根本没办法到耶稣的面前，怎么办？人多进不去啊，就这样放着吗？反正人那么多挤不进去嘛，我们就已经尽力了，已经尽力从他们家，一路要从家里抬到这个地方已经不容易了，好进不去，怎么办？你会怎么办？挤进去，原本已经做好了，让开，我们要进去，这样不是很破坏规矩吗？好，就人家也会觉得你很烦的，你要来你不早点来什么之类的。以轩你会怎么办？人都是人了，门口都满出来了，挤不进去怎么办？我打，不好意思，结果笑。还是想办法进去这样的嘛。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想说，好吧，那就先放在这吧。满出来了，我就站在门口外面，我就站在门口外面，然后摊子，然后也那个整个褥子连摊子就放在门口外面，就用遥远的这样子听耶稣讲话这样。不是，他们4个人不放弃，但是他们不是用借过让一让这样子挤进去，他们不是，他们从上了房顶，大家可能想，怎么上房顶？他们是从房子里的楼梯上房顶的，在巴勒斯坦那边的建筑他们的2楼，1楼上2楼，2楼的楼梯是从整个结构体的外面，讲过主建物的外面嘛，好，主建物的外面绕到2楼的房顶、屋顶，他们的屋顶，好，所以呢，他们就想到说啊，那我们从2楼抬到屋顶，抬到屋顶要干嘛？抬到屋顶，圣经说抬到屋顶，然后呢，从屋瓦把它拨开、搬开。那个时候的房屋结构呢，都是用一些比较粗的树枝，还有一些比较粗的那些茎，藤蔓茎类，然后搭在它们的大梁上，然后再用一些硬的土块，给它这样子拼凑这样子弄成屋顶的，不是这种坚固的水泥屋顶哦。大家可以想象，四个大人扛着一个褥子，上面还躺着个摊子，总共5个人的力量就在那边走啊，不会有一些不怕屋顶破洞掉下来吗？好，他们不怕，反正他们目的就是要上了房顶。好，上了房顶呢，问题就来了，耶稣在哪？他们算的还真准圣经说什么？他们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就是他们已经把那个什么瓦片啊，然后他们一些石块啊、树枝啊，都给它挪开，就挖整个房顶上挖一个洞，然后呢还想办法，当然你四个褥子的脚，你一定要用线给它绑起来，就像我们的投影布有没有？这个礼拜堂那么高，投影布上面那2条，它要垂下来，要有东西支撑啊，所以他们就还弄了4条绳子，然后把它坠到，还刚好就在耶稣的面前，这么刚好，不是坠到那边，不是坠到这边，刚好坠到这边如果耶稣站在这边的话，他们挖房顶，还挖的也没有 X 光机，可以看到原来在哪边这样，坠得刚刚好。好，他们不辞辛劳，然后也不计代价，用想尽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摊子坠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基督徒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好像这4个人要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都看表面就好像如果我们是有一群旁观的人，就看这4个人在那边抬这个褥子，抬说这样子抬啊，然后很简单啊，然后挖个洞，然后就垂下去了，好像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会去
去研究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传福音，我们要用什么？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去研究，这个褥子是什么厂牌的，好像还不错，蛮好，旁边还可以勾4个角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到哪里呢？可能需要转个弯，然后到哪里呢？数几步呢？刚好挖个洞垂下去，那个位置刚刚好。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去研究策略，会去看别的教会，觉得这个策略好像别的教会用的不错哦，我们也来试试看。我们在许多策略上下很大的功夫，比如说最近很盛行的幸福小组，还有再往前一点双翼然后有细胞小组啊，更往前一点就 GON 啊，什么样很多的小组。从韩国啊，甚至从新加坡啊，更早以前，从这样子过来进到台湾，当然幸福小组是从南台湾这样子发展起来的。策略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将一群人有效的组织起来，完成我们讲说事半功倍的完成这样子传福音的使命。策略就好像一份礼物的外包装。它吸引人去把这个礼物打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当人透过策略，透过这个外包装吸引人想要来一探究竟的时候，好，问题就来了：我们能展现怎样的生命，让这个看到礼物的人可以眼睛为之一亮？哇，真是个好东西呀！而不是包装拆了半天，包装很吸引人，我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经验。包装拆了半天，拆，满心期待，结果一看，怎么是这个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落差的那种感觉过？我们是不是可以，当我们在使用一些策略的时候，我们到底要让我们带进来这些人看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的样式？如果我们舍本逐末，一直在研究策略，把策略高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可能会落入拜偶像的试探，好像只有这个策略可以救生命，而不是耶稣本身可以救我们。但是很可惜，很多教会只注重外表的策略，没有好好的想要怎么样跟主面对面，也不愿意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调整自己。活不出彼此相爱、彼此包容与接纳的生命。我们在读新的诫命就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学生。当人打开礼物的时候，看到这群人好像也不怎么嘴巴上讲要彼此相爱啊，每个礼拜天新的诫命，然后讲的跟什么一样，但是好像实际上做出来他们感受不到。所以。虽然教会可以用策略吸引很多人进来，但是呢，也让很多人因着真的看见这个礼物了而失望离开教会。这些好不容易进到教会的人，他们看到一群基督徒的生命，可能就像那一群律法教师一样，满口的规矩要求，但是却没有爱跟怜悯。只知道固守自己的所谓的传统跟经验，就我以前怎样，所以你现在就要怎样，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你也应该要学我这样子过来的。其实经验是很个人性的，我的经验不能套用在所有人的身上。传统，今天在台语堂，那位陈牧师也讲说，传统很多时候传统都会绑架真理啊，很多时候传统会绑架真理。但是许多的教会却在这个传统与许多的经验当中，我们活不出爱的真谛，我们活不出信仰真实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以至于一群表里不一的基督徒让人看了心寒，当然留不住任何人。牧师在这里举个例子，之前牧师有讲到，我们长老教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跟外教会不一样，我们有代议制度。代议制度就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我们有我们的执事、长执会、小会，一个决策单位。
而不是我们的决策不是取决于牧师一个人，也不是取决于某一个长老或执事这样子。它是个代议制度，代议制度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包容多元、共融、互相尊重的美好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因着教会世俗化，被外面影响，以至于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在选我们的执事或长老的时候，我们会用外面的那一套用在教会来选举。我们会选跟自己立场比较相近的，我们会可能会选医生他有钱，或者是我们会选比如说律师啊、教授。我不是说医生、律师、教授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牧师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往往只是看表面的东西，看这个人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钱，所以我们选他，而不是看他到底活出怎么样一个信仰的生命。好，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去运作，在选举的时候去运作，说啊，你要选他了，因为他有钱，你选了他，他就一定会奉献更多，或者是他的理念跟我比较相同，我就要，然后他投了一群人，让他选他，然后那些理念跟我不同的，我们不要去选，等等的，就开始就好像外面要分党派这样子。于是呢，本来多元共融、彼此尊重这样子美好的代议制度，就被扭曲成一言堂。因为如果我们都是选自己喜欢的，跟我们意见相同的，那请问，你还有机会听到不一样的声音吗？你还有机会听到圣灵跟其他人感动所做出来的新的事、新的话、新的生命吗？结果，教会世俗化的结果，在选举这件事上，不只是各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任何教会都有可能发生。在中会、总会也不断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到了选举，名单都开出来了，让你去你就是照这些名单上面的选。这些人你也不见得认识他，你也不见得对他多熟悉。然后好吧，有人叫我这样选，我就选。到底给你名单的那个人是耶稣，还是你心里我们每天敬拜的那一位主才是我们的上帝啊？每次到了选举时候，我们所选择的是专心跟随耶稣、尽心尽意尽性服侍主的人，还是要根据某些人所操弄看为适合的人呢？如果那位摊子看到这样子彼此算计、勾心斗角，我不信你，你不信我，这样子的一种氛围跟现象，他还会相信这是一个有爱的地方吗？他还会相信他这位摊子会得到基督徒的接纳跟包容吗？因为你们彼此都不接纳，都不包容啊！我这个摊子，我这个外来的一个摊子，他对自己的自信一定非常的低落吧？对不对？他来就是无非就是要得到上帝的接纳，但是当他在认识上帝之前，他要先得到弟兄姐妹们的接纳。可是他看到你们自己，我们自己都在那边，他还会相信谁接纳他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对他的怜悯与接纳。如果连基督徒都无法靠着耶稣，凭着信心胜过世界这黑暗的法则，那么对这一些我们竭尽心力、用尽各样的策略，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抬来教会的所谓的摊子，对他而言，他又有期待怎么样的未来？所以，当我们在高举传福音的同时，我们应该要先问问自己：我们愿意付上多大的代价，在真理里面调整自己？是不是愿意在群体中学习、尊重、聆听、配合他人？我想有一个传统，我刚才突然有个感动。我们有一个教会传统，就是之前牧师有讲过。所谓的你要结婚，我们基督徒结婚一定要跟非基督
定要同样跟基督徒结婚，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们不能跟他结婚，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教导，牧师之前都有讲过。可是有多少的基督徒被这个信条、被这个传统，根本就不是真理的传统绑架了，不晓得多少的世代。我们要问自己，愿意为了真理放下自己的经验跟传统，要放下多少？就像那4个抬着摊子的朋友，他们为什么可以正确无误的把这个摊子这样子，又上楼的，又挖房顶了，然后又很准确的坠到耶稣面前，而不是随便放的地方，有地方放就好了。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把摊子，他们不是要摊子看到他们这么热心肠。很多时候，我们带福音朋友来，或者我们看到别人带福音朋友来，会觉得啊，这是比如说那是宇翔的朋友，那宇翔会去负责；那是佑豪的朋友，佑豪会去负责。不是的，宇翔也是这个群体的一份子而已，佑豪也是这个群体里面的一份子而已。他们把这个好不容易把福音朋友带进教会，是为了要看整个群体所展现出来的样貌。这些样貌是根据真理，根据耶稣的教导，是要让他们可以很真实的跟耶稣面对面。而这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往往会把一个人的信主推给某一个人，这是某一个人的责任。那谁，你怎么没有？你带来的朋友，你怎么没有给他带好啊？还是等等之类的。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信仰群体，我们是一家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得很清楚。生命要能改变，就必须要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带进来的人是要让他们直接可以弄清楚，直接可以认识真理。当然啦，我们要他们认识，直接跟耶稣面对面，要让他们认识真理的前提是什么？我们自己要先跟耶稣面对面，我们自己要先明白懂得真理，而不只是总是听那些二手资料，不总是听那些老生常谈，不是传统，不是经验。因为我不是说传统经验不好，我要再次的讲清楚，不要到时候拉出去说，不是说那个传统不重要，经验不重要，不是的。有些传统跟经验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的传统经验，我们要摒弃我们要给它抛弃。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见证了许许多多传统跟经验如何绑架了真理。所以，何谓真理？我们必须要亲自去确认。我们要亲自去确认。像我们在推牧师来到建成这1年多来，我们推新眼光进度，我们按着逐章、逐卷、逐章、逐节，我们这样子去每日的读经也好，主日的讲道也好，还有团契的分享，应该只有青少契跟社青团契是最配合的也因为他们团契的性质不是说别的团契不好，是他们团契的性质是很适合，然后也很配合做这样子的研讨。圣经团契在每个礼拜4晚上，他们对上帝的话语有非常多很渴慕想要了解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像这个礼拜，也就是上个礼拜4，因为读经进度有讲到耶稣的教导爱仇敌。虽然牧师没有参加在他们当中要传道回来，然后牧师听到了他们在爱仇敌这件事情上，他们有一些弄不太清楚。爱仇敌，按照白纸黑字，仇敌怎样人叫仇敌？就打你骂你，然后在背后捅你一刀的，出卖你的，这种叫仇敌吗？可是那个时候，耶稣在教导爱仇敌的时候，这些仇敌不是指这些人，不是指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子的仇敌。那个时候，因为在当时犹太社群，他们
非常他们跟外邦人就是不信上帝的那一些人，他们非常划清界限。他们觉得那些人是不圣洁的，因为他们不拜上帝，是不圣洁的，所以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那些人就是所谓的，在他们所谓群体之外的人，叫做仇敌。好，所以爱仇敌也代表说，我们要爱那一些还未信主的人，爱圈外的人，爱边缘人，那些失明的啊、瞎眼的、瘸腿的，然后被鬼附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犹太社群会认为这些人一定是得罪上帝的，一定是得罪上帝，犯了什么罪哦，所以才会眼睛才会瞎掉啦，然后腿才会怎么样啊，等等之类的，所以他们非常鄙视那些人。可是耶稣说，你们要去爱他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去爱他们，要实践那些诫命，要身体力行去实践。所以耶稣紧接着就说，不要评断人，因为我们不能像挑水果一样去评断说，谁适合得救，谁不适合得救。有些年轻人，你们去挑，你们有没有去买过水果啊？很少。你们如果去买水果，就是会去挑啊。最近那个就是冬天就是什么橘子啊，它垫一垫它的重量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苹果有没有毁掉啊？就是烂掉啦，我们要挑水果。可是传福音，耶稣说我们不能挑，因为福音是给普世的，神爱世人。圣经不是说神爱某些人，不是。神爱世人是没有条件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变得有条件。我觉得这群人值得我们传，那群人看起来，我们不要浪费力气在他们身上。不是的，我们不能去评断人。好，然后第二个，我们再看到这四个朋友，摊子的这四个朋友，他们同心合意，排除万难的把摊子正确的带到耶稣面前。或许会觉得就抬东西上楼梯啊，上台阶啊，就好像搬家公司，他搬一个长沙发，你在下面的人跟上面的人那个重，那个倾斜度啊、重量啊，各方面就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或许我们在旁边看觉得很简单啊，反正就是按着角度嘛，你该调整、该站、该蹲、该怎么样，你就要去调整我们自己的身体。好，看起来很简单哦。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彼此合一相爱的心，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可能变成4个人在台的时候，可能不是互相合作、互相协调、互相沟通，而是互相指责。可能说，你用力一点嘛，我这边已经不行了耶。我看你那边你还游刃有余啊，可是你为什么你那边应该蹲下去一点？就4个人有抬过很重的家具上下楼梯的经验吗？有吧？在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要互相配合，而且要常常不是顾着自己，而是要顾着别人是不是可以过得去。比如一个转弯，如果稍微体型稍微大一点，壮一点的人，可能一个转弯他可能会卡住，对不对？那其他人可能就要预先看到说，他会卡住的时候，我这边可能要再过来一点，我再施一点力，诸如此类的，是看见别人的需要，让不俊美的肢体让它更加的俊美。也就是强壮的人，你就可以多担一点重量，是不是？过得去的人，弯得过去的人，你就要多担负一些；那些如果弯不过去、卡住的人，你就要多担负他一点。大的要服侍小的，我们要多看别人的需要，强的要服侍弱的。一起同工的过程，重要的不是怎么去抬不是那些策略，而是我们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呈现怎样的信仰态度，呈现出怎样的互相体谅、互相包容的这样的生命，让这位摊子可以从我们抬着的时候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看见耶稣，而不是看见自己的经验跟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带人来，可能会想要让他看到我们自己是很有经验、很有能力的，我们就把自己造神了。我们应该要让他透过我们看见耶稣。怎么看见耶稣呢？我们如何彼此互动、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好，最后抬到耶稣面前啦，很准确的坠下去。这一路上可以想象，他们真的是忙进忙出，可能他们当初没有准备绳子，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又忽然发现，哇，上了房顶，他去准备绳子，那谁要去买？不是买，可能是准备这些绳子啊，跑了老远准备绳子，然后呢又要来绑四角啊什么的垂下去。这一路上其实非常的辛苦哎。儿童主日学老师如果要讲这段故事给小朋友听，可以讲得更精彩一点，非常的辛苦。好，这么辛苦坠到耶稣的面前，结果耶稣说什么？20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4个朋友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你们读圣经读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很傻眼？你们有对这一句话很疑惑、很傻眼的有吗？你们都不傻哦，有了，终于就是你们都不傻，不觉得很疑惑吗？我这个摊子，耶稣医病赶鬼，神经到处行，结果下去你就跟我讲我的罪赦了，我的罪赦不赦？关我什么事？我还是不能起来走啊！我犯了什么罪啊？我已经那么可怜了，你还说我的罪赦了？我已经丢胸啊，你还补我一枪哦？你们不觉得很傻眼吗？为什么耶稣不是说起来行走吧，你的病得医治了？这比较正常吧？是吧？当你们想要去参加什么医病特会的时候啊，你一定是有什么病，然后你要去参加那个医病特会。好，牧师说啊，我现在要为那些什么什么好，比如心脏，不要讲心脏病的看不到。好，那些瘸腿、那些坐轮椅的上来到台前来，我为你们祷告得医治啊！然后呢，最后他就说：“你们的罪赦了。”坐轮椅还是坐轮椅，还是撸着轮椅回去，不是傻眼吗？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我们要的是哪一种比较多？我们是要赦罪比较多，还是为了我们的生活上需要的立即改变比较多？我们是要为了我们可以更认识这位神比较多，还是我们可以马上考试有好成绩，马上有业绩做出来，然后病得医治，哪一种比较多？通常，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病得医治，因为看得到，感受得到，可以立即改变、改善现在的生活状况。耶稣也不是很吝啬，他也没有说，好啦，我就是不医治你啊什么。耶稣其实是很大方的，好，但是耶稣这个时候他要挑战的是什么？耶稣他要挑战的是，他对我们的关心永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只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耶稣的心意？他要我们从看重生活状态到看重生命的状态。因为一个人他可以得医治，但是得医治之后呢，他还是会面对死亡。你台大的医生再怎么样的权威，再怎么样的厉害，你医好的人总有一天也会走向死亡，所有的人都会走向死亡。但是如果耶稣说你的罪得赎了，我赦了你的罪，你就与我有份了，我们就不会经历死亡的痛苦，因为我们进到永生。对耶稣而言，赦罪比医治重要的多啊！因为赦罪是我们可以恢复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跟耶稣面对面。可是医治呢？医治就只是恢复行动力而已。可是恢复了行动力以后呢，可能我们就转头就走了。
我们也不见得会走真理的道路。更多时候我们会失去方向，然后与耶稣渐行渐远。今天抬着摊子的这4个人，他们不只是有行动力，而且还有共同的心智，然后他们也知道要与耶稣面对面，要在真理上面要有更正确的认识跟可悟，所以他们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他们相信耶稣会用他的方式，用他的时间来做他的医治，来释放这位摊子。因为这4个人的信心跟合一，因为这4个人不断的在过程当中调整自己，才能将摊子正确无误的带到耶稣面前。只有信心跟合一，我们才能将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与他面对面。信心是来自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很重要，真的，弟兄姐妹。欢迎礼拜4晚上来到社青团契跟我们一起查经。如果礼拜4晚上不行，礼拜3查经祷告会也可以。我们不要总是对真理一知半解、懵懵懂懂的，甚至于毫无兴趣，或者是只想听自己想听的部分，而不想跟主耶稣面对面，接受他的挑战。很多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传统经验，让我们在听耶稣的话，在看圣经的时候，听一半，看一半。就像那些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总是硬着心不肯回头。如果我们对真理不了解，那我们的信心从何而来呢？如果我们对真理不了解，那我们又如何照着这样子去行呢？信心来自上帝的话，合一来自遵行他的话。所以不论是信心还是合一，核心都是真理，都是主耶稣的教导，都是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在这个真理上扎根，不用真理调整我们的生命，只是一直想策略，想要带人进来，我们仍旧只会陆陆续续看着许多人在教会进进出出，留也留不住。这是整体我们基督徒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台湾，基督宗教的人为什么这么多几十年来，我们的人数比例始终没有突破，始终是一样的。要想出策略非常的简单，但是要与主面对面却非常的困难。因为与主面对面，好像会被主看穿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接近在谈话的时候，四目相对的时候，闪躲不掉的。但是福音好处就是，当我们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耶稣就会知道你的需要，然后你也会从耶稣的眼中看到，你是完全被他完全接纳的。这个世界撇弃你，这个世界不认同你，你在这个世界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但是你到了耶稣面前，当你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耶稣他接纳你。如果你不到耶稣的面前，你不知道的，你不会知道耶稣接纳你，是非常的可惜。这是你的机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机会。即便我们是基督徒了，或者我们已经好几代的基督徒了，我们都需要常常跟耶稣面对面。求主赦免我们常常爱世界更胜于爱耶稣。求主赦免我们常常选择传统跟经验更胜于选择耶稣的心意。求主赦免我们爱自己的法则更胜于爱耶稣的教导，以至于我们无法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诚实的与主面对面，单单的寻求他。我们一起立唱这首回应诗歌。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需要在耶稣的眼神里，在他的心意里知道，我们是他所爱的。他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他说：“孩子，你的罪赦了。”我们可以重新，我
我们可以重新恢复跟主亲密的关系。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耶稣。这个世界抛弃了你，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接纳我们。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所求，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也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让我坦然无惧来到世人所求，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我何等也需要你，需要更多你的同在，在我生命。主啊，每一天，每
你的怜悯与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主说，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可以重新与我连结，重新再回到我的爱里，重新出发，彼此合一。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